自2025年12月20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信道者着行道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约翰一书第2章第19到第6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，约翰一书第2章。少年人，我写这个是要互恁袂去犯罪。若人犯罪，咱有义人耶稣基督伫爸的面前做咱的辩护人。伊为着咱的罪，毋若咱的罪，嘛为着全世界的罪做赎回祭。咱若有伫遵守上帝的诫命，就知咱真正捌上帝。若人讲我捌上帝，毋过无伫遵守伊的诫命，这人是白贼，伊内面无真理。毋过，人若遵守上帝的道，上帝听就真正伫伊心上完全实现。人若讲伊踮伫上帝内面，应该照耶稣基督的言行生活，安尼就知咱有伫上帝内面。信道者着行道。约翰用主爱的老爸的语气讲：少年人，我写这个是要互恁袂去犯罪。伊指出，基督徒蒙恩得救，并无代表通因为安尼随意犯罪，反倒着因为主耶稣的牺牲赎罪，搁较努力活出伊的样式。这提醒咱，信仰毋是头脑财物的堆积，是爱真正遵守上帝的道。真正信道的人，的确会确实行道，就亲像约翰所讲，咱若有伫遵守上帝的诫命，就知咱真正捌上帝。若咱自称认捌上帝，却无行伫伊的道路，咱的信仰就是空洞虚假。总是伫今仔日的教会中，知行无合一，却是真侪基督徒的盲点。真侪人自会侪年参加无数造就课程，拥有丰富的圣经财物，但是伫家庭、职场也是甲厝边的相处中，却看袂出信仰的分野。信仰只是头壳内的财物，毋是日常生活的行动指南。我的师母伫一间非基督教背景的医院工作，担任安宁病房的灵性关怀师。伊面对的拢是疾病末期病人，多数充满焦虑甲不安。伫病房中，伊毋单单是专业的灵性关怀师，搁较是活出基督之爱的使者。伊关怀病人的时，虽然袂表明家己是基督徒，却总是秉持信仰的精神，真诚倾听，用温柔陪伴，用听认真服侍每一位临终者。有一遍，有一位病人对伊讲：“你的头壳顶好像有光环，亲像天使共款。我约你一定是基督徒。”我伫想，即句话拄好是伊信道、搁行道的最佳见证。真实的信仰，不在伫咱参加偌济遍的聚会，听过偌济讲道信息，实在伫咱敢愿意伫生活中实践主耶稣的教导。行道毋是做轰轰烈烈的代志，实在伫日常生活中有照主所行的去行。譬如讲，愿意原谅伤害咱的人，用诚实正直的态度做代志，主动关心身躯边孤单无助的人。这会看起来亲像微细的行动，拄好是
咱军队基督卡宗的实证。主耶稣毋是坐踮高堂顶面传授财物的老师，反正是亲自行上街头，进入人群，怜悯忧伤者的救主。咱若讲家己住踮主内面，就应该照伊的样式行，毋是简单嘴念讲主啊主啊，是爱伫生活的每一个选择中，用主的疼甲真理做准则。行道看起来无一定真伟大，但是若会当忠实伫每一件平凡的代志，服侍微细的人，亲像服侍主，必望上帝的力，愿咱拢会当行出所信的道，伫无人看到的时，又愿用疼甲怜悯行善；伫被误解的时，也愿意饶恕；伫灰心的时，也相信信靠，照主所行的去行。默想，伫家庭、工作，也是人际关系中，我安怎真实活出基督的样式？伫家庭、工作，也是人际关系中，我安怎真实活出基督的样式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你牺牲家己，为着阮牺牲罪罪，搁护着我活出你的生命样式。求你帮助我，将你的话语化作行动，将你疼的样式活出来。互我所相信的，毋单单是理论，是会当伫世间人面前见证你的真实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